在《庆余年》第2季里，影子正式出现，但除了对范闲交代了陈萍萍的事外，就是问范闲五竹的踪迹。那么影子找五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到底是谁呢？在第2季最新的故事情节中，范闲在前去朝堂自辩的前一晚，影子便出现在了范府的屋顶上。等到范建和柳如玉离开后，范闲便跟影子进行了交谈。当时影子告诉了范闲，陈萍萍已经处理好了所有的事，让范闲明日安心上朝即可。但说完这件事后，影子还询问了一下范闲五竹回到京都没有，并且表示这是自己询问的，跟监察院并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在范闲说完五竹并未回来后，影子也就不多停留，直接离开了范府，这也引起了范闲对五竹的一些想念。不过很多人也很好奇，影子为何要寻找五竹？其实影子跟五竹在之前也是认识的。影之作为四顾剑的弟弟，当年四顾剑屠杀了城主府后，影子便逃离到了南庆，被陈萍萍解救，从而才加入了监察院之中。在影子进入监察院的时候，叶青梅还没有死，五竹还是监察院的第1任提司，所以影子自然也是见过五竹的。同样在东夷城的时候，叶青梅带着五竹前去寻四顾剑玩耍，影子同样也是知道。而当年叶青梅将四顾剑法交给四顾剑后，五竹一直陪着四顾剑修炼。当时影子也因为跟四顾剑关系是最好的，所以在一旁偷偷练习剑法，四顾剑也并未去管他。这也是为何影子会四顾剑法的原因了。在叶青梅带着五竹离开后，四顾剑屠杀了整个城主府，只留下了这位弟弟。影子为了活命离开了东夷城，被陈萍萍救下后，影子也留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杀掉四顾剑对家人报仇。为了给自己的家人报仇，影子也一直在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实力。凭借监察院的资源，影子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自己达到了9品上的境界，成为了天下第1刺客。但影子也知道9品上的实力跟大宗师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想要报仇的话，影子也必须要让自己晋升到大宗师的境界。但晋升大宗师何其艰难，影子在达到9品上后就一直原地踏步，所以影子才要寻找五竹。他知道自己的哥哥四顾剑当年就是被五竹训练了一番后晋升了大宗师，影子也认为五竹可以帮助自己晋升到大宗师的境界，这才向范闲询问五竹的踪迹。因为本身就是影子的私事，跟监察院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即便是在五竹回到京都后，影子也没有晋升到大宗师的境界，他对于晋升大宗师的理解就是错误的。五竹的训练只是提升实力的其中一种方式，范闲通过五竹的训练也可以轻松的达到9品上的境界，但想要晋升大宗师根本不是普通的训练能够达到的。影子意识不到这一点，自然是无法突破那层屏障。其实影子的实力已经算是非常有天赋的习武之人了，在离开东夷城短短10几年的时间就修炼到了9品上的境界，这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习武之人了。而影子一生执着的就2件事情，第一件是报答陈萍萍的相救之恩，为了保护陈萍萍，影子也是甘愿付出自己的性命。第二件就是回到东夷城向四顾剑复仇了。陈萍萍对于影子而言就相当于再生父母一般，所以对于陈萍萍的任何命令，影子也是非常遵从的。这也就让范闲成功获得了影子的帮助，因为陈萍萍交代影子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保护范闲。那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真心查探，不是针对李正则？找出个去探。陈元占地之广，早已为10分钟岐山一时，价值连城。还有各种花魁齐聚园中，收拢天下之财，无视国法森严，如此巨大，舍我其谁呀？院长不用解释，下次上殿直接参谋。从今以后，不会有任何人再说你有私怨，做你喜欢做的事。天大的麻烦，我靠！陈萍萍知道自己的结局，双腿筋断后，她的身体是1年不如1年，即便是一直被废界调理着，也很难活太长的时间了。所以陈萍萍就开始规划范闲的事情。待陈萍萍死后，影子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范闲的助理。而在四顾剑死之前，为了东夷城的未来，小皇帝战斗斗跟范闲一同前往了东夷城之中，为的就是取得东夷城的管理权。殊不知，影子也在当时偷偷前往了东夷城中。在范闲拿下东夷城的管理权后，为了让范闲更好的接管东夷城，四顾剑再度屠杀了一次城主府。当时四顾剑杀完人后，影子从屋中出现，一剑刺向了轮椅上的四顾剑。这一剑，影子用出了自己毕生所学，就是想要将四顾剑杀掉。但奈何影子当时的境界也就只是9品上，四顾剑即便是在濒死状态下，也是一位大宗师。这一剑，四顾剑只用了2根手指就接了下来。虽然强大推力让四顾剑的轮椅也被毁掉，整个人被推到了地上，但2根手指却死死的夹住了影子的这一剑。这
最终影子还是没能杀死四顾剑，反而直接被濒死状态的四顾剑重伤。范闲当时并未出手帮助影子，他知道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结果如何也只能交给他们。那一战四顾剑也有所留手，依旧没杀掉影子这位弟弟，而影子重伤后也拖着身子离开了城主府。四顾剑不久后因大东山的重伤就死在了剑炉之中，影子最后一个心愿也算是完成了。好了，关于庆余年第2季中影子为何寻找五竹的介绍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